讲到治安的议题，咱来看一个案例，这是有诈骗集团讲会当免开600块，就买到台积电的库存股。一个年岁较大的民众煞真正相信，所以伫假的投资平台落入120万，才雄雄发现无问题，落尾是甲警方来配合，去抓到一个诈骗共犯。我在 FB 上面应征工作，我没有什么违禁品。拄到几下警察，这个查甫人是一直解释，话讲到一半开始咧吼，而且愈吼愈大声。目屎直顶倒来，这个涉案的查甫人才高中出业尔。伊讲伊伫人被车找头路，煞变做是车手，替人送阿查钱。即个去互抓到，是靠一个受害者甲警方合作，当面交钱来抓歹人。对话记录互公开，这个幕后的诈骗集团用富国新山台积电当作是骗人的手段，讲因有管道，一个毋免600块，就当买到库存股。一个受害负责人伫假投资平台落单，是互伊了100多万。以低价申购热门股票台积电为噱头，吸引被害人，造成被害人遭诈120万元。台积电6月初5宣布开上济41亿，甲3200多张的库存股买回来，计销一股上济是1281块。迄天股价为854块，到10倍一路压关到943块，目前已经共5亿外瑞啊，甲超过500张买回来。不过不法组织头壳是动了真紧，利用股市登记来骗人。不过回归关头，受害者会互骗去，是为相信人面册广告开始。那目前就各业者配合我国法令都是在依期间内下架相类似的广告，但是仍默许相类似题材的诈骗广告重复上架。警察通报爱摕落来假投资广告，到达已经超过10万条。警方讲这是无法度完全消失的，有真大的原因是业者互伊砍起哩。今嘛Meta宣布，为6月份开始，伫台湾小连续要求金融服务业广告主都要完成相关验证的程序。不过诈骗是世界样样飞，民众要是爱看没册咧。类似的一些平台的一个商品的话，第一个你的钱到底是汇到哪一个账户里面，你没有办法确保。只要是来路不明的股票投资 App， 千万都唔通使用。就算对方讲有特殊的管道会当买，提醒做人都唔通小贪，较袂到尾啊，赚的辛苦钱，规个乌有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